既然講到呢個部分咧，師兄，咁作為一個演藝嘅畢業生啦，咁喺舞台嘅經驗有相當啦，即係今天去睇翻轉頭，喺電影有啦，亦都喺電視有啦。其實咁多個界別嚟講，你有冇話特別最中意邊個同埋點解咧？我又講翻要係用我教學嘅呢一個，因為我成日都會講呢個話題。係。又或者每年亦都有學生會一定會問㗎啦。問呢啲問題，即係做戲上邊咁電影、電視、舞台究竟有咩分別啊？咁其實係冇分別嘅。無論我喺電視、電影同舞台，其實我都係即係如果首先講過程咁樣，都係收到個劇本啦，做足夠嘅分析啦。咁跟住好啦，喺個劇本得到分析嘅結果之後，究竟有啲咩陳國邦係冇嘅，而我需要去再喺另外一啲嘅地方去加強啦，從而去創造角色。跟住之後喺表演嘅時候，即係無論拍電視、做舞台劇，我哋會排戲；拍電影嘅時候，我啱頭先就係拍緊另外一部電影，跟住過嚟，其實都會係同對手之間嘅互相之間嘅關係啦，即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咁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三樣嘢係冇分別嘅，分別係咩咧？分別係距離嘅分別。如果係舞台劇嘅話咧，嗰個嘅距離其實我同最近嘅觀眾咁可能都會係10尺或者20尺咁樣嘅距離嘅分別。咁所以如果我係做舞台劇嘅話，OK 都唔係好大聲。如果我做舞台劇嘅話，我咁樣少少眨一眨眼，或者一個瞄一瞄嘴，20尺以外嘅觀眾係未必睇到嘅。咁所以舞台劇嘅時候咧，我就要將嗰個嘅本來係瞄一瞄嘴變成係一個頭嘅動作啦。咁所以因為唔同嘅距離，就好似我會同啲學生形容就係、是，好似你喺圖書館同人哋傾偈咁樣。你喺圖書館唔會咁樣講嘢係嘛？但係如果 disco 咧，周圍好多嘅音樂咧，你傾偈嘅時候就好似嗌交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呢個係因為距離嘅問題，所以會衍生到喺個表演上邊，你要識得去控制。如果你喺電視或者甚至喺電影，突然間一隻眼，頭先大家都睇到啦，佢個頭咁大個，呢個都唔係好大喎。如果頭先嗰部戲，我一個大頭都已經成30-40尺咁高嘅，嗰隻眼只係所謂嘅眼神，真係有你俾啲，只要你有感情喺度，觀眾應該好容易睇到。但係舞台劇你俾眼神喎，30尺嘅觀眾我點知你個眼神係點？咁所以就要加埋形體嘅動作。咁所以無論三樣嘢，歸根究底都係表演，都係 acting， 所做嘅嘢係一樣，只係呈現嘅方法會唔同。即係我頭先所講，因為距離唔同咗。咁好啦，咁解釋咗呢一個分別。至於問我自己嘅喜好，我諗我嘅演戲嗰個嘅軌跡咧，就係喺演藝學院，我哋有做舞台劇。即係我頭先所講，我哋每年都有賣飛係俾外邊嘅觀眾入嚟睇我哋嘅演出。我有做舞台劇，亦都喺學校嘅時候咧，我有去頭先亦都提過啦，喺亞洲電視做兒童節目嘅主持，亦都有機會做電影。所以喺我好早期喺個演藝事業嘅起步嘅時候，我已經係三範都已經不停咁發展，所以好似好貪心咁樣，我三樣都中意。只要講翻我老師嗰句，哎呀，我爭啲喊啲，佢真係好感性。冇事。我老師即係我哋前幾日上個禮拜喺佢追思會嘅時候，我老師即係有句説話叫金句啦，就係只要有戲做，我就開心。係真嘅。